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地產代理監管局主辦嘅專家分享來港租買房屋避坑指南網上直播講座。我係今日嘅講座主持人林嘉瑤嘉嘉。監管局不時會舉辦講座，同大家一齊探討有關物業市場上面嘅一啲熱門議題，同埋物業交易過程中必須留意嘅要點嘅。嚟緊嘅時間，我會同幾位嘉賓就住來港租樓同埋置業前要注意嘅事項，同埋點樣避免踩雷呢一個題目，同大家傾下偈，分享一下意見同埋心得嘅。今次我哋嘅講座會以 Zoom 同埋星島星探講升學微信視頻號同時進行網上直播，所以無論你係啱啱嚟香港做嘢，又或者遠喺國內同埋海外計劃嚟香港讀書，都可以安坐家中收睇到今次講座㗎。喺講座進行期間之前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嘅 Zoom 講座係有廣東話同埋普通話雙語選擇，只需要點選地球標誌就可以選擇到想收聽嘅語言。詳細操作流程可以參考翻講座提示 email 入面嘅附件。相信大家有好多問題想問今日3位嘉賓㗎啦。各位 Zoom 同埋微信嘅觀眾可以將你嘅問題寫喺留言位置，我哋會盡量安排嘉賓回答㗎。另外請觀眾留意啦，講座中嘉賓討論嘅內容只係屬於個人意見，僅供參考，並不代表主辦同埋支持單位嘅立場嘅。喺講座開始之前等我介紹一下今日嘅嘉賓啦。佢哋分別係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黃之文總督察 Grace， 你好。你好，大家。香港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律師，大家好。以及係地產代理監管局執行總監陳宇敬律師，大家好。歡迎晒3位嘉賓啊！嗱，今日我哋嘅講座主題就係來港租買房屋避坑指南啦。近年新來港人士啊，同埋非本地嘅學生喺租樓同埋買樓方面發生唔少嘅騙案嘅。首先就想請教下 Grace 啦，究竟近期有啲咩嘅騙案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呢？點樣可以辨識個騙局，同埋有冇常見嘅騙案手法我哋需要留意㗎？好，嘉嘉。咁首先我就講解一下過往幾年裏邊香港嘅騙案數字先啊。咁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就係喺過往幾年裏邊其實由幾千宗嘅騙案開始啦，就直至到2024年全年就已經增幅到去44,480宗嘅騙案㗎啦。咁即係個增幅就接近四倍啊，4倍半嘅。咁另外方面大家值得留意嘅就係騙案除咗數字上面係有增加之外咁佢嗰個損失嘅金額亦都有增加。咁係2024年全年嗰4萬幾宗嘅騙案裏邊咁已經達到91億元嘅港元㗎啦。咁即係喺接近2宗嘅罪案裏邊其實已經有1宗係騙案嚟嘅。咁另外啦，啱啱講嗰4萬幾宗騙案裏邊其實裏邊嘅分佈又係點嘅呢？咁大家可以睇到啦，最多就係大家最常用嘅一啲網上嘅購物嘅活動啦，所以網上購物騙案就佔最多嘅。咁其次嘅就係電話騙案啦，咁繼而就會有其他種類嘅騙案啦，同埋投資騙案都值得留意，因為佢哋佔嘅金額就比較多。咁下一張大家可以見到嘅，咁投資騙案雖然佢唔係最高嘅數字啊，咁但係佢喺損失方面係最多嘅。咁因為當中受害人好多時候就係用晒佢哋嘅老本啦，咁就去投資，咁發覺而家自己被人呃嘅。咁喺過往嚟講都佔接近40%嘅，喺嗰91億元裏邊佔咗40%㗎啦。咁講咁多個數字裏邊其實呢啲都係金錢上面嘅損失啦。咁但係我想講更加重要嘅就係除咗金錢上面損失之外其實騙案亦都會令到人係喪失性命嘅，甚至係會令到屋企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狀況出現嘅。咁喺過往嗰2年裏邊咁其實超過咗6宗係因為騙案個受害人可能喺心理上面啦，或者金錢上面受到嚴重嘅打擊，咁令到佢哋就自尋尋求呢個自殺啦咁樣樣。咁我哋見到有啲係細個到係學生嚟嘅啫。咁我哋當中就會有一啲係假冒官員嘅騙案裏邊咁佢哋收到電話就話自稱係假冒官員，咁當然都會講解嘅。咁有啲10幾歲嘅學生因為將屋企人俾佢讀書嘅錢，咁佢就攞咗去俾咗騙徒，咁所以佢就會因為咁樣非常內疚啦，到最後佢就自尋短見，就跳咗樓，咁就送院不治嘅。咁當中亦都有啲係90歲嘅退休人士啦，咁呢個都係電話騙案而損失咗一啲金額嘅。咁好啦，我知道今日其實報名嚟聽呢一個講座嘅
嘅聽眾咧，其實個分佈咧有超過一半咧，據我理解係學生嚟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亦都有一半咧係一啲在職人士啦。咁佢哋咧亦都有興趣咧係嚟香港咧係去租樓或者係買樓嘅。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咧，我會就站住喺警方嘅角度咧，就講解一下咧同佢哋比較常見嘅案件嘅。咁啊，當中咧以電話騙案咧就需要你哋嘅注意啦。咁另外咧，其實其餘嘅投資騙案啦、求職騙案啦，以及其他種類騙案咧，都可能會牽涉佢哋。咁我講解以下嘅一種咧，就係同租務有關嘅問題。咁啊，首先咧有我哋喺香港上面咧見到有一啲咧係用香港嘅租樓，即係一啲業主可能自己放出嚟嘅，大家都用嘅平台，例如話28 House 咁樣啦，咁就去揾獵物嘅。咁呢一個 case 咧就係香港嘅業主放租出去，咁咧就因為咁樣而招到咧騙徒嘅垂青啦，跟住咧就呃咗佢錢嘅。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另一個報道我都貼咗出嚟啦，咁就係有關於咧喺2月14號咧嘅一個記招。咁啊，警方咧就喺2月嘅時候咧，2月初開始啦，咁就咧追查一個咧就係有超過150名嘅受害人，當中牽涉到咧有高才通啦，同埋港漂學生咧中招嘅。咁裏邊咧牽涉嘅角色咧非常之複雜啦。咁當中咧拘捕咧，除咗有呢一個詐騙集團嘅一啲有黑社會背景嘅人士之外咧，亦都牽涉咗一啲地產經紀嘅。咁咧，而且裏邊咧係佢哋嘅做嘢手法有2個重點，我都想同大家喺呢度咧就注意下嘅。第一咧就係佢哋會揾我哋本地嘅人士啦，咁就去扮呢個業主。咁首先咧就向咗個真正嘅業主租咗間屋先嘅。咁俾咗3個月嘅租金之後咧，就將自己就扮成呢一間屋嘅業主啦，就喺網上面咧就放租。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哋會喺咧大家都熟悉用嘅平台，即係可以係小紅書啊，或者係其他大家都會用嘅平台咧，就將佢包裝成為第一，我係呢一間屋嘅業主，我放租；第二咧就係喺佢傾嘅呢個租金嘅時候咧，佢哋通常就會用一啲比較低廉嘅價錢，例如話，如果嗰個有興趣租呢一個盤嘅一啲學生或者高才通，佢哋願意俾1年嘅租金嘅話咧，咁佢哋就會有個折扣啦。咁就令到咧好多人咧都係願意俾一個長期嘅租金落去，一次過俾佢。咁但係最後當然發覺啦，佢哋嘅錢咧係冇租到呢間屋嘅，而呢間屋咧去到第4個月嘅時候咧，佢哋就發覺原來自己被踢走㗎啦。咁第二個問題喺呢一單 case 裏邊，我都想帶出咧，就係佢除咗咧喺網上面咧扮業主放租之外咧，佢亦都係喺網上面咧係去用一啲包裝，例如係有好多金飾啊，又或者係大量 cash 啊，又或者係一啲高尚嘅生活啦，去招攬咧高才通或者係港漂嘅學生咧，係幫佢哋呢個集團咧係去賣樓嘅，或者係去帶一啲睇樓團嚟睇樓嘅。咁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嗰個港漂嘅學生或者高才通咧，其實不知不覺間咧，亦都協助咗呢個詐騙集團咧係去行騙嘅。咁所以呢單案件裏邊咧，我想大家都注意呢2點嘅。咁嚟緊咧，我就講第2類咧，大家有機會喺香港會遇着嘅騙案啦。咁喺呢個時候咧，麻煩大家睇一睇個片段先啦。大家係咪成日收到陌生來電咧？嗱，又打嚟啦！這裏是衛生署，你有一份醫療文件尚未領取。如果你繼續收聽嘅話，廣東話按1字，普通話按9字。無論你揀咩語言，接聽嘅都係普通話。如果你仲要繼續，就會有真人扮內地公安同你通話，同埋 send 有你個人資料嘅拘捕令俾你，咁都繼續接聽啊？個假公安就會叫你交保證金，唔好同其他人講，同佢保持聯絡，仲有將自己嘅網上銀行戶口密碼交出。佢哋會向你展開連串心理戰術，包括建立權威、要求保密、定時報到。如果你到而家都唔收線，咁你畢生嘅積蓄就會一鋪清袋。記住啊，收到啲咁嘅電話錄音，一律要咪亂聽，咪亂聽，咪亂聽啊！懷疑被騙，即打防騙易熱線18222。大家睇完之後咧，係咪都知道我要講咩咧？就係呢個電話騙案啦。咁電話騙案咧，其實咧係嗰個手法咧，都係照舊用一個電話嘅形式咧，係去打電話俾你，跟住咧就自稱咧係一啲以往啦，就會話估下我係邊個啦。佢可能扮你屋企人，或者扮你朋友借錢，亦都咧可能有機會咧係要扮一啲內地嘅官員啊，咁就去問你咧就索取呢個金錢嘅。
咁但係我想提即係我諗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呢一類型嘅故事㗎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騙徒我哋都發覺咧，佢哋會因為呢一個市場嘅變動啦，咁佢哋會用唔同嘅外表咧包裝自己，再用同一個手法咧去接觸你嘅。咁我哋大家見到圖示裏邊咧，就係我哋喺反詐騙協調中心咧喺小紅書裏邊咧出嘅有關電話騙案嘅一啲警告啦。咁當中大家可以見到咧，真係層出不窮嘅。包括佢會扮呢一個中國移動嘅公司或者電信公司去話你咧申請咗張卡，其實你係冇申請過啦。咁當然咧，佢就會叫你俾一啲人個人資料出去咧，或者銀行資料係取消呢一個服務，繼而咧你就會因為咁樣咧就損失咗你金錢㗎啦。咁亦都咧係大膽到咧係會扮呢一個深圳市民政局啊，係打電話俾你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除咗內地嘅官員或者係公安之外啦，咁佢哋都會扮演我哋呢一個香港嘅警務人員啦。大家見到咧就係圖示中間嗰個咧，佢就攞咗我哋官方網頁裏邊咧一啲高層嘅資料，就偽造一啲工作嘅委任證，跟住咧就走去行騙嘅。咁啊，大家見到咧，亦都係大家會用嘅服務，例如係地鐵，佢哋亦都會去辦呢一個地鐵咧，就打電話俾你去呃錢。咁亦都咧曾經試過咧係假冒律師，跟住就話俾你聽，佢會幫你咧去申訴到你因為騙案咧而損失嘅金錢，作出2次嘅詐騙嘅。咁呢一啲咧，我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記住啦。咁咧以下落嚟咧就係一個咧喺因為電話詐騙案裏邊受害嘅一個內地人。咁佢喺香港度報咗警之後咧，就同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咧就拍咗一個剖白。咁我節錄咗一個佢自己自白嘅過程裏邊受咗啲乜嘢嘅處境嘅問題。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睇一睇片先。他就是以陸靜樹的名義來跟我打電話，說有一個登記了我名字及個人信息的電話號碼，在內地發送一些不良的廣告或擾亂當地民眾，違反了這個香港的法律，寫到了這個黑名單上。你就很匪夷所思，因為這確實不是我做的。他非常能理解我的境況，並替我立案調查。他幫我撥通了就是當地的公安的電話，我到和當地的公安就互通了一下情況，然後準備立案調查的時候，對方就告訴我，我是某一個國家2級的這個洗錢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說他必須要把我逮捕歸案，並且向我出示證據。那個證據就是一本印有我的個人信息的銀行賬戶，那裡面就存着很多的流水記錄。然後他就說這個證據是一個鐵證，因為它印有我的名字。點讚關注哦！大家可以見到咧，受害人當其時咧係真係以為咧自己係接到咧內地公安嘅一啲電話嘅。咁我就想講咧，即係可能佢親身嘅剖白咧，令到大家嘅可信性覺得高啲啦。咁以下落嚟咧，我會放出一啲咧有關於呢一類型嘅騙案裏邊咧，受害人常見嘅一啲文件啊。因為咧騙徒係會偽造一啲文件咧，係去嗰啲受害人嘅。咁我而家見到咧，就係佢哋會假扮咧係上海市最高人民檢察院嘅一啲通緝令啦，又或者係一啲協查嘅一啲通報嘅，即係話咧，佢哋會貼你嗰張相落去啦。無論你唔好理佢點樣攞到你張相或者你嘅資料都好，佢呢一類嘅咁嘅檢察嘅通報咧都係假嘅。咁另外啦，如果對方係 send 一啲即係俾一啲一啲信息你，裏邊係有一啲網站咧叫你入嘢嘅話咧，咁大家都記住啦，就千祈唔好點擊啦，因為點擊咗落去咧，你會見到係冇錯，喺一啲網上嘅安全認證等等，你會見到啲官方嘅 logo 啦，但係呢一啲全部都係佢哋騙徒偽造出嚟嘅一啲網站嚟嘅，係你啲銀行資料嘅。咁亦都會有咧，就係佢哋甚至扮到咧係最高人民檢察院嘅一啲網站，去攞到一啲公眾嘅資訊。咁所以呢一類型嘅嘢咧，大家都可以知道，佢連個網站都去假俾你嘅，所以千祈唔好接收任何有關佢哋寄俾你嘅所有嘢。咁當然啦，除咗咧我哋之前見到嘅地鐵公司啊，或者係一啲電信公司，我哋警務人員之外啦，咁佢哋亦都會假扮呢一啲服務人員啊，亦我哋俗稱客服啦咁樣樣。咁較早前呢，佢哋上年喺4、5月嘅時候開始就假扮淘寶嘅客服啦，就咗大量嘅金錢。咁亦都會冒充呢一啲短視頻、抖音等等嘅。咁我哋都會因應咧呢一類嘅騙案啦，咁反詐騙協調中心咧都發出咗好多嘅警示出去嘅。
哇！見到咧騙徒嘅手法咧，真係層出不窮㗎。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萬一真係咁唔好彩遇上騙案嘅話，我哋又可以點樣咧尋求協助呢？咁嘉嘉其實咁嘅，如果咧你喺香港咧懷疑自己受到詐騙案嘅話咧，咁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嘅24小時熱線18222。咁咧我哋呢個熱線咧係24小時由警務人員咧去回答你有關於騙案嘅查詢。但係如果你已經確保到自己咧係受到詐騙嘅啦，咁樣我就建議你咧去最近嘅警署又或者網上作出呢個報案咧，等你警方可以立即作出調查。好喺度咧，唔該晒 Grace 嘅分享啊！聽完 Grace 嘅講解之後咧，相信大家更加明白到騙徒嘅手法係點，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學識點樣去避免啊嚇。